在高噪音洗衣工場工作的70幾歲男士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在高噪音環境工作了幾十年的男士，聽力變差已經10幾年了。男士原本用緊一隻萬多元的助聽器，因為零件老化，聽得不清楚。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男士左耳聽覺神經退化，右耳曾經有嚴重中耳炎，導致聽力衰退，左右耳都是極重度弱聽。給男士試用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及16通道 CIC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試機，兩款助聽器嘅效果都非常理想。24通道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嘅降噪能力比較好，人聲清晰。做多2年，如果個人仲精神，仲做唔做？做啊，做少啲咯。哦，即係冇諗住退休咯有啊，有諗住啊退休嘅，不過如果到時身體仲可以嘅，咪繼續做半休狀態啦。哦。男士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 Repro AI 助聽器，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。